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正，欢迎收看今日新历9月25公视台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行政院，因为美国鸦片进口所修改的9项行政命令，经过立法院各党团决议，一律送委员会联合审查。昨暗，咱国的中山科学研究院伫南部和东部试射飞弹，中国的军方嘛公布发射东方飞弹影片，恐吓十足。昨香港民主运动的头人黄之锋第3摆去互警方掠去门口经，黄之锋本人也讲，一定继续抗争大底。观众朋友，咱先来看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说明讲，又搁新增加一个带病入境染着武汉肺炎的患者，这是按菲律宾过来一个30外岁人，今日隔开14天期间到去验出有病毒，目前已经入院治疗。国内病例总人数当时有500过10个，咱等下来听指挥中心曾仁祥发言人上盖新的说明。新增一例的境外移入的个案哦，这一例是案510哦，也是从菲律宾过来30多岁的男性。那因为工作的关系，9月10号来入境的时候没有症状，那在机场采检是阴性。那个案在9月11号、12号有出现腹泻的情形哦，但是因为自认是吃坏肚子没有通报，在集中检疫期满前进行采检，那验出这个阳性，在今天确诊。发病应该是在至少3个礼拜以前，跟他同班机进来的总共有29名了哦。那目前就只有2位哦，就是除了这个个案跟案499被验出来阳性哦。咱搁来讲台北市内湖迄间无牌安养院火烧，引起社会对老人照顾的问题搁较关心。但新北市政府嘛伫中和查到一搭同款嘛无立案的照护场所，内底有咧顾7个生活已经无在调处理的对象。但社会局毋但罚金，搁下令即时停业。侯友宜市长也强调讲，一定继续加强清查。新北市一间违法的长照住宿机构，伫咧中和巷仔内的人家厝内底。当地里长接到民众陈情，疑似有老大人咧出入，里长通报社会局，协同消防局甲警方去现场稽查，查到业者收用7个失灵的住民，除了以长照法裁罚10万块，嘛下令要求因爱停业。老人家这样病人就是出入嘛，因为台北市发生这种公安事件，所以民众来申请。社会局要求业者1个月内爱清空改善，若无会强制执行，嘛通知家属爱甲因厝内人带转去。或者是协助转送立案的养护机构。新北市长侯友宜25参加老人养护中心的活动，甲老大人互动的时阵讲，新北市有213间合格社福机构，床位的数量是有够，针对违法的长照机构是绝对的处理。这些未立案的，除了不断的透过通报情资立即反映以外，更重要的一定结合各单位强力起地，如果有躲避稽查，一定配合警方强力破门而入。针对台北市无执照的养护中心发生火灾，侯友宜随大动作，要求清查违法的养护机构，去互外界解读做要甲台北市长关问题比关系。因为侯友宜是表示，会以这件代志来检做伊的经验。这些老人长照机构，我们都特别针对他们的公安，不断的加强稽查。我想，这个都是每一个市政所长的责任，没有谁比谁的问题。新北市标出社福机构无定期访视嘅收集户甲老大人，针对这点，侯友宜表示，无论是公立或者是私立的老人长照机构，拢会定期辅导。因若新北市是有60万的老大人，侯友宜讲会勇敢承担甲负责。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这回行政院关系进口美国猪肉、牛肉所修改的9项行政命令，本地照讲是送去交立法院留底备查就会用得。不过因为国民党主张条文的内容都要审查，行政院这边后落软，但立法院在调在野的党团就做伙决定讲，这个条文一切送交有牵连的5个委员会联合审查。立法院自5期间处理农委会为福报公告，放松进口含有莱克多巴胺美国猪30岁龄以上美国牛的9项行政命令，原本只需要交付相关委员会备查，不过国民党团主张应该改为审查，若无会反弹。行政院长苏贞昌报告纾困3.0预算案的技术，应该向立法院报告，送立法院我们都照做。立法院要怎么进行，我们都尊重，
也不反对备查改为审查。我想立法院他的决议我们都尊重嘛多一点讨论也是很好。行政议会首长态度放软，民进党团表示无反对，也提案改为审查。不论是民进党也好，任何党派，他们的意见也就是如此。那民进党也会正式提出由备查改为审查。议场当中气氛灯火，国民党团搬出道具伫备战，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是一直向南会沟通，最后伫朝野党团共同提案之下，相关行政命令交付5个相关委员会审查，无亲像有期的上演表决大战。很欣慰了哈，其他各个党都同意改为审查，而且极大化参与的委员会，所以呢，到最后大家就一起共提，让5个委员会一起联审。苏贞昌也顺利上台报告纾困3.0预算，伊指出追加2100亿预算会全部以机制方式执行，其中383亿用伫疫苗研发在内防治经费。另外1717亿用来办理进行3倍款企业贷款融资保证甲企业用电补助。到目前为止，这已经是行政院推出的第3摆防疫计划，总预算已经到4200亿。记者综合报道。中央政府当嘛下令讲，学校内底营养午餐，过来一律都要采用国产的肉类。农委会嘛会鼓励这些主家业者，都要经优良也是有机的农产品认证，无就是有产销履历也是 QR code， 通好追踪源头的肉品才通用。若是全然爱加补贴挂，农委会讲嘛会含业者搁再开会谈合。学校营养午餐奖励采用溯源的食材，嘛就是要采用3种1Q，包括 CAS 优良农产品标章、有机农产品标章、产销履历标章，搁有 QR code。不过美国来猪每年都要进口，中央已经下令学校午餐必须使用国产肉。业者表示成本一定会增加，呼吁提供补助。不过，即马传出农委会被硬性规定要使用有验证的产品，业者委员表示一切拢需要开会讨论。就以我是业者来讲，我觉得用认真的食材，其实确实第一是使用国产，那第二当然因为我们在使用上，我们觉得国产的品质确实比进口的其实好。不过，农委会强调，目前嘛是延续即卖政策，鼓励业者使用会当溯源的国产品。3种1Q 等4类的产品，业者拢会当自由选择使用，无限定其中的一类。有关使用者会当溯源的国产品的增加成本，已经在精算，看要安怎来调整对业者的补助。这个是稍微比较复杂一点，我们现在会从教育部午餐登录平台去的后台去把资料捞出来，然后我们再去比对这些价差。目前农粮署奖励业者使用3种1Q 的食材，逐人逐顿补助3块半，算出要增加偌济了后，会搁甲业者来讨论。相关的工作会伫明年1月1号进行来完成。记者林俊文、陈昌伟台北报道。前线直接看来讲，昨暗中山科学研究院伫屏东的九平军事基地，含台东县3仙台拢有试射飞弹，尤其发射的高度完全无制限。军事的研究者指出，便若咱试射飞弹高度无制限的时，中国的飞机就会搁再来扰乱，结果有影。毋然，中国解放军当搁公布发射10粒东风飞弹的影片，恐吓的开口10足。最近定定伫台海海军军演的中国解放军，又有上新的威胁台海的动作。解放军公布一段影片，内容是东部战区伫咧做飞弹连续发射，有几多台载飞弹的武装车伫野外训练地集合，要差不多10粒飞弹最近发射，对台湾恐吓的意味真高。因为东风飞弹被看作是解放军用来攻击台湾的第一波的打击火力。虽然伫咧影片内面无讲到试射的地点，也无讲飞弹型号，也无根据多位新闻网的分析，试射的就是东风10型底停大道飞弹。国防部强调，相关信息咱拢有掌握。国军对于台海区域安全情势都能够及时的掌握，严密的监控。国军也会做好各项的战备训练，来因应各种军事威胁，确保国防的安全。24暗9点外，根据中国院所提供的射击通报，拜登伫
病毒的高频基地涉及弹道关度无限远的飞弹，而且范围自华东海华延伸到绿岛南苏以东的外海。也若是伫台东3000台发射的飞弹，用垂直的方式发射，但是要用实弹模拟伫咧做高空的炸弹。地点瓦郡台东县3000台风景区海华，有民众也特别来看飞弹试射。有看到怎样？一阵闪光，就什么都不见了。很大声吗？很大声。这边试射专家认为，有可能是伫咧进行强强专案的天宫3精挺型防空飞弹验证。军事部也记录到，伫25日早起9点外，强机搁在正日咱西南空域被驱赶。伫过去，只要是中国院的飞弹无限远的试射日期，拢有强机出现。这也是自16以来，强机连续10天入侵咱西南防空识别区。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外交来讲，顶日住在美国的萧美琴代表伫网络自称是大使，结果当日本富士电视台访问咱谢中庭代表的时，嘛直接称呼伊是台湾的大使。德国这边谢志伟代表含因的国会议员会议，对方嘛是叫伊一声大使。行政院苏贞昌院长搭到用一句台湾话来说明，讲这就是咱戏边卡徛久。立法院成立台湾甲匈牙利，还佫有斯洛维尼亚国会友好联谊会，都要担任驻奥地利的代表张小月嘛亲身出席，希望未来会当深化甲欧洲之间的关系。尤其匈牙利是台湾伫欧盟当中第2大经济往来的国家。我们跟匈牙利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我们对欧盟各国的投资里面，匈牙利是排行第2。斯洛维尼亚有很多重要的政治人物在欧洲议会都大力的支持我们台湾。台湾甲欧盟的关系渐渐变较深，嘛寻求突破国际空间。伫进前驻美代表萧美琴伫咧推特甲家己改称做驻美大使了后，日本富士电视台嘛伫咧播出驻日代表谢中庭的访问的时阵，改称做台湾驻日大使。另外，驻德国的代表谢志伟，甲德国议员视讯会议的时阵，主持人嘛以台湾大使馆的谢大使甲称呼，互伊真有信心，台湾将基本会成做联合国的会员。渐渐都会越来越正式的以大使来称呼，也越来越会把住处的名称改为台湾，越来越符合事实，这是一个正向的发展。台湾人讲一句话，戏边卡徛久人的。We therefore call on the United Nations to fulfill our commitment to the human family and ensure that 23.5 million peopl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enjoy the same rights as the people of other nations. 因那联合国大会总辩论持续伫进行。第3天，台湾的友邦诺鲁海地发言挺台湾，海地的总统摩伊士感谢台湾协助控制疫情，而且要求联合国爱接纳台湾。因那联大总辩论到呾，已经有5个友邦替台湾发言。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国际的消息来讲，昨中昼香港民主运动的头人黄之锋第3摆去互警方抓去门口警，理由是去年10月伊有犯着禁服民法，下礼拜就要开庭。黄之锋也讲伊绝对袂落软，一定抗争大底。另外，香港民间人权阵线这个团体也已经申请10月初要游行，争取中国北京就要放已经落网迄12个香港志士自由。前香港政治秘书长黄之锋，24中昼到中区警署报道时阵，搁再被拘捕。警方讲，伊去年10月初5涉嫌非法集结，加违反禁服民法，由律师陪同落出口警。经过3点外钟，黄之锋伫下昼晚4点半时阵被保释。伊讲，这是伊伫咧包围警署参加律师集会了第3遍被起诉的案件。估计30要开庭，验过伊未退缩。嗰個嘅白色恐怖同埋寒蟬效應越嚟越嚴重，而呢一單雖然唔係個國安法嘅案件，但係亦都係好明顯係喺國安法通過以及刊憲之後，我第2次被起訴嘅狀況。但無論如何，我都會繼續抗爭。黃之鋒講，其實這是香港政府嘅手段，用起訴讓抗爭者無法度離開香港。伊認為，甲被中國政府拘留嘅16位香港人比起來，伊嘅案件無重要。希望國際社會關心這12位香港人。
前香港政治副秘书长周庭24暗也到警署报道，甚至 FB 讲希望会当平安回来，明昨暗9点花也用 FB 报平安。香港民阵拍算10月初1发动游行，要求北京释放被逮捕的12位香港人，不过警方可能未批准。不久嘅將來啦，好快就會收到警方嘅反對通知書。呢個正正就係我哋香港今日最可悲嘅狀態。起碼由疫情爆發到今日，可以好肯定地講一句：香港人沒有遊行集會嘅權利。民陣向警方申請無反對通知書，下晝甲警方討論遊行嘅代志，不過會面只敢若15分鐘。前主嘅質疑警方只是形式上嘅會晤，民陣會繼續申請，一直到政府正式拒絕為止。而且也希望參加遊行嘅人愛家己評估風險。香港警方正密切注意代誌發展，確時會出動至少2500名警力來應付。記者綜合報導。我來看中東國家以色列武漢肺炎的病症探無效，9月23日來患者就加6800幾人出來，這也是有史以來上較懸的記錄。甚至還有病人走出國度假，因為政府部門消息無啥通透，海關這邊根本都無患者的名單。但以色列的總理也已經下令全面實施封城，一直到10月初10。以色列的新冠病毒繼續拖，為以色列的新年假期結束了後，每一天檢疫將近10萬人，23檢出了6861個人確診，創下一天的確診新高。和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決定為2月開始實施全國封鎖到10月初10。התחלואה בישראל עולה, מספר החולים הקשים עולה, לצערי גם מספר המתים. כדי להציל את החיים של אזרחי ישראל, נדרש מאיתנו עכשיו להטיל סגר מלא למשך שבועיים. 實際上，為頂禮拜開始，當局就下令要求學校、旅館、飯店甲購物中心攏愛關閉。這個禁令要求唔是必要的店鋪甲公司攏愛擱關閉2週。嘛，禁止民眾參加超過20人的集會甲示威活動，活動範圍嘛限制佇徛嘅方圓1公里以內。若是後禮拜以色列贖罪日，必須限制信徒的人數進入猶太會堂。以色列這賣患者已經超過21萬人，用總人口差不多900萬人來看，確診人口的比例已經超過美國。以色列衛生部就要求病院要增加更加濟收容病人的病房。北部城市海法的蘭巴姆病院，大家地下停車場改造病房。We have the facility, so we have the grounds, we have the equipment, but there's no doubt that the bottleneck is the amount of staff that we have to treat these patients. 只是以色列政府部門之間欠缺信息分享，加上民眾愛自由，所以喺規個以色列新年期間，都強要7000件的防疫違規案件，甚至有海關部門因為無確診病人的名單，和真濟確診病人兩旁飛出國去度假。記者陳時東整理報道。澳洲西部的愛爾蘭這國因為傳染症的緣故，敢若有咧防食酒無掛用餐這款酒吧，到今攏已經停業將近半冬。為着安尼煞無適做的民眾也有幾千人。但經過民間的爭取，政府也宣布對這禮拜開始開放這款酒吧，擱再開業。不過一道袂使坐超過6個，無共道中間上無嘛，就要隔開1公尺。愛爾蘭的酒吧文化真有名，受到疫情影響，即馬只敢若部分會當開放。因為疫情有較穩定，當局準有經營食物的餐酒館，6月29開始營業。不過，佔國內6成無提供食物的純酒吧也未用營業，是全歐洲酒吧關閉期間上久的。在吉爾戴爾這間 Moonhigh Cross Inn， 過去人客真多，不過因為禁令關閉到即馬，頭家講因年營業額已經6-7成，強要擋袂落去啊！伊無理解為什麼餐酒館會當營業，因就袂使。I find that a little bit farcical now, to be honest. What they're really doing there is they're calling our customers irresponsible, and pretty much as well what they're doing is they're saying we can't manage or control the crowd as well. 在受到都柏林的餐酒館 Seasons Pub 灶卡正無行，因為因有供餐，只要做好防疫措施就當營業。對無供餐的酒吧未用營業，伊也無法度理解。No, not really. No, I don't think people coming in having dinner and a drink is different to people going into a wet pub and having a drink over the same period of time with the safe social distancing done. It should be able to work for those guys as well. If we can trust
bars to open and follow guidelines as they're supposed to do, as restaurants and gastropubs are doing for the most part, then there's no real reason why bars shouldn't be allowed to open. 爱尔兰政府敢若听到民众的声音，催被宣布无强餐的顺酒吧自9月2日开始营业，不过爱遵守严格防疫措施，一道袂用超过6个人，无共家庭之间只会当一公尺，吧台袂当踩椅啊。营业时间上晏到暗时11点半。记者综合报道。当年热天，法国南部拢会举办包含艺术、欧佩拉出，也就是歌剧，阁有摄影3项大型国际性的活动。今年却一律隆重取消。地方的观光局只有想话设计出新的游览行程，望讲同款会当带动旅游的生意。尤其大都市内底活动停办，但嘛换一寡恬静清幽的庄头，开始有袂少旅客去行骹到。法国真有名的景点亚维农教皇堂人无啥多，已经影响各国的观光产业。法国每年热天拢会办3大艺术节：亚维农艺术节、普罗旺斯歌剧节、加雅尔国际摄影节，拢会当吸引上千万的游客来法国南部。不过今年因为疫情，将会保持社交距离，又搁限制参加人数，3大艺术节拢取消。国家融合的游船行程减少上百个。和亚维农的观光收入损失真大，亚维农的高级餐厅也受影响。Oui, les hôteliers évidemment enregistrent une fréquentation bien moindre que les années précédentes, mais on reste optimiste sur ce qui va venir en 2021 toujours. On met en place des opérations quand même à destination des hôteliers qui permet de consommer différemment et notamment. 当地观光局就开发新的行程，正像是亚维农长桥的儿童故事导览、皇宫花园品酒的活动，或者是伫咧皇宫演舞厅看电影。3大艺术节的活动取消，主要是小镇村庄的生态旅游。伫咧索尔格河边的利乐这个岛，就一个村吕贝红，这一寡卖古董的店甲文化，人客就真多。Voilà, donc on est parti. Mais on a l'habitude, cela dit, c'était pas spécialement prévu cette année, mais on a l'habitude aussi de venir en France faire un peu de tourisme. 可对德国、瑞士甲荷兰这个欧盟国家来游客，当地一间专门伫咧卖双乳的店，设计业绩成长4成。不过今年因为疫情，法国本地游客就占60%。可欧盟甲法国游客伫8月时阵去各地村庄的消费，增加观光收入。希望未来几个月会当继续落去。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游览，网络顶头目前所讨论今年下半冬世界旅行10大热门的地点，台湾但是领先日本、泰国爬起哩头一名，因为咱的传染情控制了上界稳定。交通部观光局嘛表示，国际上的宣传会继续推动，主要的目标就是4边的国家，因为世界游览的潮流一定会对各角头重新开始，会走近，较袂走远。台北102大楼头前无几起游览车一台接一台载来国外观光客前景，即马只剩南山的国旅团，全边境也无开放。不过台湾因为防疫成功，登上国际旅游热搜的第1名。旅游平台统计，2020下半年全球10大热搜旅游景点，台湾第1，领先泰国、日本、加越南、南韩这附近的国家。观光局表示，虽然疫情期间观光客无法度来台湾，不过国际宣传依然在继续。第一步就锁定解封了后附近国家的旅客。主力市场包含日本、韩国、东南亚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包含越南，甚至这个胡志明胡志明那边菲律宾，我想都会是一个很不错的标的。那未来我们的开放边境之后，我们的复苏重点会放在这几个国家。观光学者认为，目前个人无法度出国，国旅市场真兴，旅游业者拄好营造这个机会，提升观光环境。不过，因为国旅形态集中伫华东甲离岛、甲南部地区，那未来开放国际旅客，那要到这个所在，交通甲旅宿品质一定爱个提升。尤其是自由行的交通接驳，包括可能你从出了台北之后，你到中南部，你的交通接驳的一些便利度，还有对外国旅客的友善度，这个部分当然我们要再可以多做一些努力。去年国际观光客来台1200万人次，学者推估至少要3年了后，才可能恢复到安尼大人数。学者建议业者伫边境开放进前做出国旅深度游，
提升口碑，若是无做出好的品质，等甲边境开放，个人也是抢咧出国，各路客源各会流失。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湾经济研究院公布上届新产业景气动向的调查，国内无论服务业还是制造业，拢已经连续4个月景气提升。专家嘛分析讲，冬天这项就是第4季的经济成长率，真有希望会当搁再冲悬。若今年规年度要保持伫咧1.6%，应当也是无啥问题才对。各国小连续解禁了后，全球的经济豆豆回温。国内嘛因为进入电子产业传统的大国，加上美国进一步扩大对华为的限制，带动相关供应链的表现。台经院公布上新的产业景气动态调查，制造业的景气气候测验点是98.83点，已经连续4个月是正悬的状态。若服务业是96.21点，创下2019年6月份以来的新高。台湾的消费，大家可以看到，只有4月的时候稍微有受到一些影响，5月以后慢慢开始恢复正常。我们的贸易数据最近在7、8月已经开始从负转正啊，然后开始慢慢的回升，外销订单也有一个不错的表现，成长了13.6%。台经院表示，观察最近国际经济趋势，美国甲欧洲同步调悬今年第2季的经济成长率，加上各国解禁了后的需求回稳的速度是超过进前预测的。经济合作发展组织 OECD 调悬今年全球经济成长率，显示今年全球的经济萎缩的幅度无像进前预测的遐尔悲观。若国内伫咧机械业回稳，还佫有大卖、餐饮业拢转做正成长的情形之下，整体来讲，国内8月份整体的经济表现是要算袂歹。第3季已经快结束，正式迈入第4季。那第4季如果疫情没有大幅变化，应该整个来讲，全球会比较好，那台湾相对会更好。台经院认为讲，国际疫情还佫真严重，甚至有可能会引起第2届的封锁。若是疫情会当持续受到控制，第4季国内经济成长率可能会持续调悬。今年 GDP 要保1.6%，应该是无问题。记者综合报道。虽然讲景气有较好，不过早起劳动部公布上届新劳工的无薪假统计的资料，算到昨日已经17009个劳工当咧休无薪假，比到顶礼拜佫加增加144个出来。尤其金属机电业和批发买卖业比例顶上介悬。因为民众出国受束缚，代理申请留学的顾问公司，有的也开始就要休无薪假了。台北车头保时捷扛棒有各种留学游学代办中心，毋过受到疫情影响，各国的边境封锁。今年3月份的留学生拢倒来台湾，美国、加拿大真侪间大学拢甲学校关起来，干内当用线顶的课程来代替。国内留学的需求是减要9成，劳动部9月份上新的统计，留学顾问公司嘛开始休无薪假。有一些学校都公布说明年春季班不让他进去，但至于明年秋季到底还能不能开放，这个也还未定数。那有的可能先收了费，那是不是到时候要退费？但是这些人事开销都一定要持续的。业者指出，英国留学上大国是美国，但年超有100万的留学生是第1名。加拿大、澳洲的留学生但年超有60多万人。留学业者还佫伫咧观察，明年春季班看起来是无希望。所以大概在观光客会进来的第一站台北市这个部分，包括批发零售业、包括航空业、住宿餐饮甚至包括旅行社这个部分的话，它效应还是在的。国外封城的效应还是在，对制造业我们的出口还是有相当程度的影响。劳动部20时公布上新的无薪假人数，全台湾已经达到17009人，893间业者休无薪假，拢比顶礼拜增加。其中无薪假的行业分别是以批发甲小卖业307间是第1名，第2是金属机电工业134间，第3名是旅行相关的服务业有80间休无薪假。劳动部分析，甲6月份要甲3万人休无薪假比起来，大型的制造业无薪假的人数较长和，毋过边境加严管制，集中伫咧台北市的批发、餐饮的小型企业也是继续受到影响。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看北部基隆市协和电厂内底2只石油的发电机组，当时才要停止运转。但基隆市王省市议员就出面调这件代志，批评台电既然有心要起天然气接收站，那唔起万年救援的，就是安尼才会害基隆人着搁继续忍耐石油的发电机组的污染，总是台电这边也有说明考虑的原因。
原本小动油的家人协和电厂要改起做天然气机组，不过爱屯海造料。专案已经进入二阶环评，最近经济部能源局也公布未来10年电力供需规划，用于为配合新气机组机程，协和电厂燃油机组3、4号机要延后2年度遐。虽然能源局强调，目前只是规划当中，所引起当地居民的反弹。不管要用哪一种方案，必须要包含评估 FSRU 作为替代性方案的可能性，否则我们就会觉得说，填海造陆方案其实就是台电先实践再画靶的规划。结合34号机的研议目前台电公司还在评估当中了。浮动式天然气接收站评估过，因为台湾的气候、海况条件还有天然气的安全存量限制这并不是一个很理想的计划。根据经济部能源局公布的10年电力供需规划，如果未来尖峰用电成长到2035年，尖峰负债会达到5219万千瓦。经过计算，2023年备用用率只有13.8%，比15%较低，所以会先增加9部燃气机组，总共是1080万千瓦。另外，协和电厂燃油机组3、4号机延到2016年底来度夜。能源局表示，这是为稳定北东电网用电，不过环保团体批评能源局。古机组延下做法无适当。你政府能源转型，那你本来就是我们就是有相关的长期用电的配套了哈，长期的规划本来就都会持续进行。就像车子一样嘛，你本来的这个有效期限到了，就应该它去除役，那要不然你再往下延下去，这个风险会越来越高啊。2025回合加远，能源配比目标燃气占比会达到50%，再生能源10%。能源局也规划继续新增加燃气机组，不过工商团体烦恼大厂回流重大投资增加，未来用电量会增加真多。不过再生能源占比是不是应伫2025年提升到20%，依然是未知数。供电无稳定，恐吓正做温忧。记者综合报道。我来看高雄港前镇区家事泄露的案件调查已经来到第14天。早起高雄市林钦荣副市长带头开第3摆检讨会，断定讲泄露的原因不是业者的公路有破有订单，因为每一间工厂试验的结果交拢正常。目前推测问题应当是对原住民故事馆边翠兴北路的地下水受到污染所引起。自9月10日遗失外漏的事件到即马已经2礼拜啊，是不是管线出问题所造成的？市府伫咧2号开第3遍的检讨会议公布答案。确定可以排除是管线业者的这个业者的管线所致。经过本府环保局仍然持续到今天还在做检测的结果，所有的乙烯毒质都是在安全的背景值之下。高雄市副市长林庆荣讲，华军大力大锁亚洲的管线，经过压力测试，抑个第3方验证单位测试了，拢显示正常。外漏事件排除业者的管线有漏，那呢？为什么11日迄天会测出遗失超过标准？环保局讲，代志发生地点原住民故事馆附近地下水被污染，含氯有机物经过降解变做氯乙烯，搁变做乙烯，伫咧抽水时阵，这磷被抽起来。当我们地下水原住民地下室，它会有一些抽水，马达抽水。当它抽上去的时候，就随着人孔道进入我们下水道的人孔。他们也认定就是说，确实有可能是在这个厌氧环境下，那所降解反应而产生的。会不会之前有一些埋藏的废弃物或者是有机溶剂的泄漏？但是这个都是一个问号，还必须要去有数据去查证。环保局讲，未来伫咧原民馆附近地下水更生物制剂，互遗失会当挥发，并且做相关的地下水整治，以免类似事件搁发生。也若对外界质疑市府伫咧处理遗失外漏的动作伤慢，副市长林庆荣讲，是因为检测的时间较长。身为工业重镇的高雄，要怎互民众会当安心过日子？
拢考验市府的危机处理能力。记者综合报道。谢谢各位媒体。咱过来讲用手机内底叫食食的系统反腐人送餐，这是真利便。不过，咱嘛有立法委员接到民众陈情讲，饭都唔是我叫的，所以用我的信用卡去纳效，当要怎办？尤其这款叫食食的系统根本就无设服务电话，干那当经过网络来回对答，签落去，搁几落工，将基本受害者嘛，都爱家己反映对信用卡的银行去，实在真头疼。想要食好食的料理，点开外送平台 App 内景，是这几年真常的趋势。不过有民众发现讲，家己无缘无故去互扣几啊条无消费的款项，联络线顶人客服务中心处理，效率煞真低。那就用 App 传，等到回复的时候已经2天了。你可以换别张信用卡，但是你不能取消。这个就是我们去尝试取消哦，它是没有办法取消的，它会跳出像这样的一个画面。还有民众讲，想要取消别店的信用卡，结果敢若会当一张卡换一张卡，无法度完全转移资料，是真困扰。以台湾上大的2间美食外送平台来看，去年申诉的案件有423例，不过今年才到8月底尔，都已经超过1000例。根据目前的法规，并无强制要求企业爱提供客户的方式，因为安尼，台湾大部分的平台业者拢是以 App 内底对话的方式来进行。缴付账款的截止日之前。好，发现他账单上只要有认为有疑义，不是他消费的这个项目，都可以立即向这个发卡行提出反映。应在他的网页或者他的应用软体去接入相关联络方式，让消费者可以有效的去做一个有效联络的一个通讯。那如果没有接肉者，那我们可以依照消费者保护法命他限期改正。外送平台消费的争议是哪来哪济？卫福部甲消保处等等的单位呼吁业者爱提供更加周至的服务，保障消费者的权益。也若红点名的业者是回应讲，每一张订单拢会当选择无共款付钱的方式。也若客户处理的部分，目前有即时线顶处理，甲线顶人客服务，因会较谨慎、认真处理每一个消费者的需求。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汽车奥多麦来超速的翕相，但毋若一目，过来若车身发出伤过大声的噪音，车主同款嘛可能会去接到罚单。因为环保署推动修改法律，汽车、机车若是伤过头大声嘛会翕相，相关的处分甲3600块。这条法律紧接10月就会实施。噪音车对于民众生活的一个干扰时有所闻。那以我们台北市来讲，目前大概每一年大概还有一年大概还有3000件的一个陈情案件。那为了要彻底解决这个困扰呢，所以我们就引进了像这样的一个固定式的一个噪音测站。那这个固定式噪音测站，它就像拍照一样。如果说有噪音车行驶过去的时候，除了声音以外，它也会记录它的影像。然后这样子呢，我们会直接依据这样的一个违规状况，直接予以开罚。台北市环保局表示，初期有4组翕相的系统，针对民众反映噪音较常发生的路段实施。过来经过半东道的换所在翕相采证，当然车速限制50公里以下的道路，车声就袂当超过86分贝，超过标准值，相当就要罚到3600块。关心医疗的新消息，目前染到突发性肺部纤维化这款病症的患者，将近是无药通医，平均测敢若会当搁活2冬到5冬。加在台大病院的医师已经研究出人类体内引起肺部纤维化致病的原因，过来就会当对症开发新药方。这项研究也已经发表伫国际出名的医学期刊了。肺病是个人10大癌症的第1名，尤其是原因抑搁不明的突发性肺纤维化，是上常看到而且上致命的间接性肺病。临床上会当治疗的药也无多，治疗效果也无明显，存活率平均是2年到5年。台大病研究团队上新的研究发现，人体内面的类脂肪2倍加肺部纤维化关系正大，而且这也是全世界第一遍发现致命转机。纤维母细胞当中，你的内质网蛋白 TXNDC5 呢，它会促进这个 TGA-beta 这个分子，它是促进整个纤维化，造成整个变厉害的一个很重要的分子。研究团队讲，类脂肪2倍是一种2倍质的双硫异构酶，伫咧细胞内的类脂肪，若是过度反应，会造成肺部的纤维母细胞大量活化增生，抑个包括基质会钝掉的，引起肺部的纤维化。
验过对鸟鼠的实验发现，若是使用抑制药物，或者是利用诱导型的基因编辑，将关键的基因提掉，就能有效减缓细胞纤维化，改善细胞的功能。是在基因的这个层次，把这个蛋白去掉，因为没有基因，这个蛋白就不会产生。对，那药物的部分呢，我们现在也是类似像这样的机转，就是去抑制这个基因产生的量，那这个蛋白就不会制造出来。研究团队强调，这项新的研究发现，会将技术转移给药厂，进一步开发成这治疗肺纤维化患者的新型的药啊。未来只要是新冠肺炎的患者造成细胞的受损，应该会当用。记者综合报道。咱话来讲，新德县内重要的风景地区峨眉湖，2年前开始设游湖的船只就去行，这也确实有加带动观光的效果。不过旅客来到这要用一个化妆式洗面巾，煞真无利便。县府当嘛解说讲，因为游览船的码头遮是农牧用地，要设公共便所，目前确实为难。对啊，我没办法。美丽的湖面，佮搭上一边的吊桥，或者看起来就亲像一幅图。根据统计，峨眉湖2年多来已经吸引了差不多3万外的游客来到这选择坐船游湖。不过到今仔虽然一间公共便所拢无，实在真不方便。如果我们1、2个人来是没有差别的，不过如果人很多的话，应该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说的话，他们业者或者是政府机关的话，真的有必要设个公共厕所。老中青这都需要厕所，因为我们成立了2年整整，都没有厕所，也是造成我们很大的问题。他可能来到这边，发现没有这些不方便的时候，那他们可能下次再来医院会减少这样。新德县政府回应，初步了解，峨眉湖游艇码头袂使设立公共便所，原因就因为这是农牧用地。不过若有需求，会在附近设临时简单的便所。因为该浮动码头区是属于这个农牧用地，是水库的集水区的保育区。那是否在数量上后续能再突破有固定式的厕所，或者是有这个流动式的一个厕所？那相关的用地的问题，这部分我们会再跟峨眉乡公所去做一个研议。附近商家指出，来这佚佗的游客拢因年纪大的老人较多，不过也是希望县政府会使找出相关办法，确保便所的问题会使量早解决。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咱我来看分享班口湖成龙村，这一个70岁红晒过往30冬，伊一手请养3个囝儿，谁知影讲10年前开始，这3个囡仔却一一产生失智症倒落去，变做是植物人。虽然创世基金会已经有甲伊照顾大汉的甲第2后生，总是嘛讲感谢社会帮赞以外，真望就是望这个囡仔病情也有通复原。43岁阿金倒咧眠床顶，平时只用靠留一个食物来食3顿，生活照顾拢由伊70岁妈妈来做。因为阿金5年前因为早发性的失智发病，2年前变成植物人。但除了阿金，还有伊的2位哥哥，嘛拢因为早发性的失智变成植物人。就是安尼，大生就是因人3个安尼，阮买佫即个安尼吼，佫发作吼，啊2、3个我都无法应，才买讲只能甲办遐。洪妈妈表示，30年前因安过生后，伊就家己抚养3个囡仔。但为10年前开始，3个囡仔陆续因为早发性的失智，嘛陆续变成植物人。伊一个人无法度照顾3个囡仔，甚至有想袂开的想法。后来由创世基金会帮忙，将大后生和2后生送到安养院来照顾。可是他也想到这些孩子，他没有办法割舍下这份心意，所以他现在能够做的就是坚持下去的照顾他。那其他的2个儿子目前都在创世安养中。那我们针对现在目前发生的这个个案，我们目前也在积极的寻求一些社会上的协助。洪妈妈感谢社福团队的协助，可以减轻一家照顾3个囡仔压力，希望囡仔病情会当好转，好好来陪伊开讲。创世基金会嘛讲，目前云林地区大约84个像安尼个案，拢真需要社会关怀和协助。记者为您报道。来看新竹市这一群少年妈妈2年前成立一个社团，或者新竹母语囡仔群。因众人经过讲故事、教囡仔讲母语，逐礼拜3拢有聚会，会用台湾话也是客家来读囡仔册甲绘本，互囡仔自然轻松就通学母语。这只蛇不头摇杆咕噜噜，游啊游，出门去散步。里庙顶听到有人用台语伫咧讲故事，还有囡仔笑声。逐礼拜3拢会看到这个妈妈带囡仔坐伫咧庙口前，
听老师用台语讲故事，听故事顺续学台语。有时阵阮用华语甲伊讲话啊，阮讲，要去便所无？要不要上厕所？伊就会讲袂，伊就会讲一个台语出来，安尼阮就足惊喜安尼。啊，有时阵看到是像迄青红灯啊，伊就会讲迄是红色，迄是青色对，真正足可惜，因为阮伫学校读册时毋捌读过这，我即摆咧教因咧学写台文，学罗马拼音，咧学即款物件时，我就哦。足困难的，其实比阮学迄英文啊，无学迄日语搁较困难。变做啥？耶，伫厝内，爸母也是教囡仔讲台语，甚至母囡仔去讲，因毋是要教台语，是要创造一个讲台语的环境。大家来到囡仔课开讲的时阵，拢是用普通时讲了较袂认真的母语。上重要的就是爱推广台语家庭，对，就是你要学台，你要互囡仔会晓讲台语，上主要的就是爱伫个厝里，平常时就安尼甲囡仔讲台语，伊才有法度足自然的学晓即个语言。囡仔课的家长讲，成立这个社团的目的，上主要是要互囡仔伫咧入学进前加学几种语言，安尼以后要学各种物件拢会较顺。而且，互囡仔自细汉就开始了解家己的母语。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咱的环境来讲，乌面腊八当年拢会来到台南过冬天。啊，不过近来因为嘉义布袋这边的湿地生态真丰富，有真侪乌面腊八嘛换排队布袋去。今年头一批布袋乌面腊八9月23已经来到地，算咧拢总有42只。规定的乌面腊八徛伫咧水里，看起来真古水。昨年9月份左右，拢会有乌面腊八来台湾等等的所在过冬。去年9月份甲今年1月份，全台湾就记录到2800多只的乌面腊八。嘉义布袋23迎接今年第一波的乌面腊八，根据生态人数的记录，总共42只。9月底10月初，大概也就是他们会先头部都会到。对，那大量大群的这个黑皮到这边的时间，可能还会再稍晚，到11月左右。其实乌面腊八来台湾过冬，主要拢伫咧台南、台江、国家公园等等的湿地。最近这几年，因为嘉义布袋盐田湿地生态愈来愈丰富，所以有一寡乌面腊八就转换来嘉义。啊，毋过台南今年第一只来报道的乌面腊八，也是比嘉义搁较早。9月16号4点55分，第一株报道。啊，这一株是成鸟啊，成鸟，接近50以上的。到今天的记录是主栖地内10株，树草大树1株。孙台湾表示，台湾目前会当伫咧上近的距离看到乌面腊八地点，是伫咧高雄嘉定湿地公园。啊，毋过生态人士也是呼吁民众要看乌面腊八的时阵，最好是用千里镜远距离来看。嘛唔通大声喝休，才袂去交叉到乌面腊八。记者综合报道。换来讲，非洲东南部的马达加斯加拉这国，本地是生态观光出名的场所。不过今年观光客减袂少，总是因国内生态也较有通复原。是讲旅游业若无发展，这国的民众就会错茶来度生活，这对大自然也是无介好。安达西贝自然保护区是马达加斯加岛生态观光的热门地点之一。过去5个月，因为新冠病毒疫情造成的封锁加边境管制，当地上有代表性的动物虎狗，在原始雨林享受无人类嘈杂、宁静自在生活。到来9月开始放零封锁政策，观光人数开始回升。不过，因为国际航班由原停开，大部分是马达加斯加人家己的岛来旅游，为首都开车4点钟，等国家甲虎狗近距离面对面接触。tena faly na hitan'le izy satria le izy tsy ompiana fa mbola hoe ao amin'ny état naturel mihitsy dia izay tena nahafinaritra tamin'le izy ohatra zao tena fomba fiainana sy ohatr'izany dia na sakafo no hohaniny arany dia nahafinaritra。3月开始，限制封锁限大旅游业者入境，顾客回归，不过赴入的外国观光客袂当之外，依然是了钱。观光饭店甲私人自然保护区原本请上百员工，即马大部分拢失业啊。
Usually at this time of year, it's high season and we'd be 90% full. However, now the tourists are not typical tourists but local visitors, and we're no more than 5 or 10% full. 经济压力也伤害自然环境，新闻上都发现最近林波被盗采破坏情形比过去30年拢较严重。 Because of the lockdown, many local villagers have cut down the trees for firewood because they can sell it. Others make timber. They're illegally exploiting the forest to make money. 树仔倒落去，生活伫树仔顶的河狗、车底也消失。马达驾驶者的旅游业占全国经济7%，员工是重要指标。有林生态体系吹足，全国900种河狗差不多拢已经因为倒塌、软化、甲树仔被错，是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红色濒危名单，其中30种个已经是极度濒危。离灭绝只差一步。 疫情带来经济困境，和森林甲动物限制更较深的危机。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地球上高的北边，北极海的浮冰者有一个今年才18岁的少女，正咧推动气候的抗争。啊，同这个时间，联合国大会也正咧举办气候变迁高阶站的会议。联合国的秘书长也提醒讲，过来世界各国要推动经济复原，一定都要连带顾全地球的气候环境都考虑在内。 The world has a high fever and is burning up. Climate disruption is daily news, from devastating wildfires to record floods. 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在这场气候的会议当中表示，新冠病毒大流行是对国际合作的考验。各国若无团结、无合作，会致使防疫失败，造成要几百万人死亡。若是以同款的心态应对气候变迁的危机，效果是不堪设想。 古提瑞斯强调讲，各国伫后疫情时代，经济复苏计划、政策甲投资的组合，拢爱符合气候因素，控制地球升温，直接是1.5度以内的原则。呼吁金融界停止向高排碳的产业融资，转向投资再生能源。All COVID-19 recovery packages need to accelerate the decarbonization of the global economy. Any plans that supports economically costly and polluting coal or fossil fuel industries cannot be called recovery. 伫北极圈内底几百公里的北极海，18岁的环保运动家克雷格，徛伫咧铺伫水面的冰角顶悬，举标语顶悬写青年为气候罢工罢课，替北极的生态发声。克雷格是真有名爱护鸟的部落客，嘛是全球新世代响应每礼拜5罢课罢工抗争的少年环保运动者之一。 伫绿色和平组织的邀请之下，航行3礼拜外去北极，进行这场伫地球上北边的抗争。When we finally realised that I suppose the grown-ups aren't going to solve this, so we have to do it ourselves. 咱那全球第4大排碳的国家俄罗斯，嘛有一个26岁小提琴家阿沙克马基奇扬，每礼拜5伫咧莫斯科的街仔路发起气候的抗争。虽然当地防疫封锁已经结束，抗争的活动也是违法。 阿沙克现在是唯一一个示威者，嘛几啊届封掠。不过，伊表示伊会继续坚持落去。记者综合报道。今年9月16是英国5月花号这只船载千教徒渡过大西洋，去到新大陆400周年的日子。本地英国只有大学要运用现代科技的无人船，重新行一转这条路线。结果因为传染症的缘故，咱就要错过400天，延到明年才来举办咯。 租价100万英镑15公尺长的5月花号自动驾驶船 MAS， 停伫英国普利茅斯港一个安静的壁角，工程师等甲时间走出了进行最后一阶段的准备工作。这是全球第一只专交予人工智慧 AI 操控的船只。原本计划要伫9月16，400年前5月花号启程前往新大陆的这一天，照当年航线渡过大西洋，航向美国满洲的普利茅斯港。 像知影计划赶被负变化，拄着新冠疫情，船体组装的工作受到拖延，首航被迫延到明年。由风力佮太阳能提供动力，佮准备有柴油发电机的5月花号，配有侦测危险的雷达甲电脑视觉辨识的摄像机。不过上关键的也是取代船长角色的，是美国高科技大厂 IBM 提供的 AI 系统。 What we're actually using for the coal rigs that we're talking about, the ship interaction, is an automated software tool. It's actually from the financial services industry. We've leveraged that capability for that decision management on how to interact with ships. You know, it's basically how to make smart decisions in a challenging environment. So kind of like in a way, it's like this ship actually has more to do with like a modern bank than it does with the old Mayflower, to be honest.
船顶装饰真侪稳固监测海洋生态健康的高科技器材，像会当听到海洋海底声音的传感器、监控海洋塑胶粒仔的水质产油器。Larger plastics can get tangled around animals, but it's these small plastics, the microplastics, that are really a problem, as they're so small that they can get eaten by such a wide range of animals, from the largest whales all the way down to the smallest zooplankton that make up the very base of our food chain. 多轨大西洋首航延到2021年，也毋过研究团队也真无行，所来半年的时间，因将进行几摆的底停试航。这项无人驾驶的科研船若讲成功，也将搁建造2只共型的船只，其中1只将安置伫北冰洋执行任务。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是补上班日，各地头温度的变化，咱就做伙来看互真。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26度到30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28度到34度；台南、高雄、屏东29度到33度；宜兰、花莲、台东25度到30度；金马、澎湖24度到31度。感谢你收看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清。下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个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水的秘书啦。咱今仔日要讲会当互咱增加更较水的胭脂水粉。胭脂水粉汉字写作胭脂水粉，罗马字写作伊烟烟、滋伊滋、滋味水、好运粉。胭甲脂拢是第一条，水甲粉拢是第2条。胭脂是古早时的口红，点一寡伫嘴唇，人看起来较有元气，嘛较水。看你是要令果红、气泡红、红包红的色，拢会使哦。水粉咧抹时，就温和小看淡淡，粉才会调。所以叫水粉，薄薄的、酸塌塌的，面看起来就较白，看起来皮肤嘛较好。天气热，酸较袂调，面阁会流汗流甲油腻咧。这时阵用这碰粉就会较好势。碰粉嘛叫做芳粉，新竹的芳粉真出名，所以嘛有人直接甲叫做新竹粉。现代人化妆的技师愈来愈多，洗面了后就要先用化妆水，甲面打打的，高高的库里姆，薄薄啊，甲抹一遍，过来抹二霜、隔二霜，刷落来画白白，上眼妆，入目睭毛。出门进前拢爱西装打扮真久。俗语讲：照水水无彩，人水水来财。虽然西装打扮会当互人对咱的印象加分，不过上重要的也是爱做善良的人，存好心，做好代。这款对心内表现出来的水，更较互人感动哦。六、胭脂水粉、碰粉、芳粉。日霜、隔二霜、入目睭毛，照水水无彩，人水水来财。
我胭脂水粉装头好势，家己看嘛欢喜。今仔日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收看，咱后摆再会。这是公视第几台，接落来请收看咱的节目。